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 U-Bike 2.0， 15起伫台北市公馆地区来试办新巨型 U-Bike 停车条，因为袂下，还有更较侪所在来放新车。交通局即马就取消一寡所在奥多摆的停车格，换做 U-Bike 的停车区，引起到附近百姓也有骑奥多摆这学生囡仔，大家真无欢喜。落尾交通局嘛回应讲，因为新一代 U-Bike 设站较活跳，后日就会加利用这个南山地，尽量卖取消这个奥多摆停车位。悠悠卡一个比，随着完成租车 U-Bike 2.0， 19号打开始试营运。拿车的外表来改版，租借的方式嘛全面来升级，但是新款甲旧款车条是无相同，轿车、行车是袂当通用。台北市交通局只好取消部分地区的奥多摆停车位，来装饰这个新款的 U-Bike， 但煞有袂少骑奥多摆的人烦恼停车位减少，就会比较难找。现在变成我以为他那边会增设，你知道吗？差不多过9点之后了吧，可能对那些上班就会有影响，可能要停到很远的地方去，然后再过来上班这样。他们现在停完之后，没位置停，都会停到这边来，所以我直接停这里，大家都会停出超出国日。以大安区和平东路巷仔内的设点来举例，附近的学校真济，阁有办公区，甲真济徛家，本来就已经是真歹停车，即马阁减少奥多摆的停车位，亲像是这排本来会当停差不多15台奥多摆，改装饰 U-Bike 2.0的车架，恐惊会影响到骑奥多摆的人的权益。U-Bike 2.0有自备自己的电源，所以它在设置上面可以比较灵活，规模也可以不用像以往的1.0要那么大，可能一些的提领用地就可以来做设站。新款的 U-Bike 车的设计是较有变化嘛，较方便。交通局强调，未来设点袂阁再干那考虑伫咧停车位，嘛会看即摆试办的结果来做调整，减少脚踏车甲奥多摆来抢地盘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